主，我们谦卑屈膝，来跟随你的话语，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谦卑屈膝，定义为圣洁国民，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生命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，为世上灵魂代救，悔改你宝座前，同心合一，刚强壮胆，望普天下去。谦卑屈膝，来跟随你的话语，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谦卑屈膝，定义为圣洁国民，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生命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，为世上灵魂代救，建立你的教会，传扬福音，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。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共读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8章。在开始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让我们在清晨可以听你的话语和慈爱之言，求主将你的话语深印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靠着主的话得着力量过得胜的一天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以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何西阿书第8章，上主说：吹警号吧，敌人好像老鹰突击我的土地。我的子民背弃了我与他们订立的约，厌恶我的教导。虽然他们认我做他们的上帝，自称认识我，他们却拒绝良善。为了这缘故，敌人要追赶他们。我的子民照着自己的意思立君王，立首领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。他们用自己的金银铸造偶像，自招灭亡。我憎恨撒玛利亚人所拜的金牛像，厌恶他们。他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弃绝偶像呢？以色列的匠人铸造偶像，但这偶像并不是神。撒玛利亚的金牛像要被粉碎。他们播种的是风，收割的是暴风。不结实的麦穗做不成面包，就算结实做成面包，也要被外国人吃掉。以色列已经跟列国没有区别，像破碎的瓶子，毫无用处。他们像倔强的野驴，任性走自己的路。他们投奔亚述国，又贿赂外国求保护。但是我要把他们都聚在一起，惩罚他们。当亚述王压迫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吃尽苦头。为了要除去自己的罪，以色列人造了许多祭坛，但祭坛越多，犯罪的地方也越多。我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教训，他们却以为怪异而拒绝。他们喜欢向我献生祭，贪吃祭过的肉，但是我上主不但不喜欢这些，反而要记得他们的罪，惩罚他们。我要把他们遣回埃及。以色列人造了很多宫殿，却忘了他们的创造主。犹大人造了很多巩固的城堡，但我要降火烧毁他们的宫殿和城堡。在先知何西阿的时代，
北国以色列表面上国力看似一度繁荣，然而在属灵上却早已岌岌可危。他们虽然口里高喊着我们认识上帝，但生活与抉择却完全背离了神。在本章中，上帝透过先知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号，谴责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依靠外邦政治势力，以及徒有外表仪式的虚伪敬拜。今天，当我们阅读这章经文时，不仅是在回顾历史，更是上帝对我们现代基督徒的一面灵魂镜子。我们把第8章共14节经文分为4个核心亮点，并结合我们的实际生活来体会。警号1：背弃圣约，假冒伪善的认识。从1到3节的经文中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自称认识上帝，但在行动上却厌恶神的教导。真正的认识神，绝非嘴唇上的承认，而是生命与神立约的信实与顺服。生活应用举例，在职场或生意来往中，我们主日去教会，口里宣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但在做生意时却随波逐流，为了利润讲小谎，偷工减料或违背诚信。当我们为了利益而拒绝诚实与良善时，就是嘴上认神，行为背约。警号2：仁义的自立与偶像的毁灭。在4到6节的经文中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按自己的意思立君王，并把上帝赐的金银财宝铸成金牛像。匠人所造的偶像并非真神，无法给人安全感，最终只会被粉碎。生活应用举例，仁义的自立。当我们面临人生重大抉择，如换工作、买房、选择伴侣时，我们常常是自己先拿定主意，签了约，付了定金，最后才来到上帝面前说：主啊，请你一定要祝福我的决定。这就是照自己的意识，为得到神的同意。现代的金牛像，我们今天未必会去拜实体的雕像，但我们常把神赐给我们的存款金额、股票账户、社群媒体上的点赞数与名声，甚至孩子的成绩，变成了我们内心安全感与成就感的唯一来源。当这些取代了上帝，他们就成了我们心中的金牛像。警号3：波峰收暴风，虚无的倚靠。从7到10节的经文，我们看见风代表虚空，短视的属世手段。以色列人不求告神，反而投奔亚述，用金钱贿赂外邦，结果不仅得不到保护，反而迎来被外邦压迫的暴风。生活应用举例，家庭与健康。如果我们为了追求名利，每天投机取巧，加班熬夜，牺牲与家人和神的关系，这就是在播种风。到了最后，健康垮了，家庭关系破裂了，我们收割的就是无可挽回的暴风。人际关系，遇到危机时，我们第一时间不是祷告寻求神，而是花大钱拉关系，走后门，甚至用讨好世俗的手段处理，结果往往惹来更多复杂的人事纷争与反噬。警号4：宗教仪式的空洞与忘却造物主。
从11到14节的经文中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做宗教活动，但没有神话语与顺服心智的宗教活动，只是形式上的自我安慰。他们盖了巍峨的宫殿与堡垒，试图自保，却忘了他们的创造主。生活应用举例，我们是否陷入了打卡式的基督徒生活？每周按时主日崇拜，11奉献，参与服事，但在服事完离开教会门口后，一整个星期都没有读经祷告，生活决策也完全不把上帝放在心上。这种有敬拜的外表，却忘了造物主的生命，无法抵抗真实生活的风雨。透过何西阿书第8章，上帝给我们今天的3个重要提醒。第一，检视心中的安全感来源。当危机来临时，你第一个联络或依靠的是什么？是你的存款、人脉、城堡与亚述，还是转向上帝？第二，警惕波峰的每日选择。我们每天在生活里播下什么种子？是神的话语、祷告与信实，还是世俗的侥幸与投机？第三，回归真诚的圣约关系。神要的不是我们外在繁复的宗教形式，而是一颗在日常生活中愿意顺服他、重视他的心。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透过何西阿书第8章，向我们的内心发出爱与警醒的呼唤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有时我们嘴唇称呼你为主，自称认识你，但回到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却在工作、理财与家庭抉择上按着自己的意思行，甚至把你赐给我们的金钱、才干与成就变成了我们心中的金牛像与堡垒，反而忘记了你才是我们真正的造物主与依靠。主啊，拯救我们脱离播种风、收割暴风的虚空与混乱。求你赦免我们常以世俗的投机与人情手段来寻求安全感。求你把对你话语的热爱与敬畏重新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不再满足于习惯性的宗教打卡，而是能在每天的言语、工作与生活中，以诚实与顺服来敬拜你。求主保全我们的生命，将我们的信心与盼望坚固建立在你这座永不动摇的磐石上。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，为世上灵魂代求，悔改你宝座前，同心合一，刚强壮胆，往普天下去。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，为世上灵魂代求，建立你的教会，传扬福音，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。主，我们谦卑屈膝，来跟随你的话语，在万民中做你的
生命。